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又嚟到而家樂趣媽。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咧，揸揸下車嘅時候咧，突然間發現車頭玻璃嗰度咧，好似多咗一道裂痕，花咗咁樣。咁咧，我咧就正正就係發生咗。咁本身咧，之前揸車路都唔覺嘅。咁但係咧，當我前日揸車咧，突然間就發現咧，喺我司機位前面嘅車頭玻璃咧，多咗一條好明顯嘅花痕。咁我就諗，究竟係污糟咗啊，定係真係花咗咧？咁我就落車試下啦，去摸下嗰條痕啦。發現咧，用指甲去刮佢嘅時候咧，佢好似有一啲即係棘下棘下嘅感覺。咁所以咧，我係確認咗佢真係花咗，而唔係污糟嘅。我試過咧就呢件事咧問過車房嘅意見，咁佢哋咧就建議我去 claim ICBC，因為咧佢話玻璃咧同埋 collision 咧係完全分開嘅，所以咧就算我 claim 塊玻璃咧都唔會影響到我嘅保費會加價。咁但係我啱啱先至 claim 完，俾咗幾百蚊墊底費。我唔想又因為一條咁嘅小裂痕咧，又再俾，所以咧我今日咧就決定做一個實測，用幾十蚊加紙買一套 DIY 嘅工具，睇下係咪真係可以救得翻塊玻璃。佢係一個專修復車頭玻璃刮痕嘅修復套裝嚟嘅，入面咧有 UV 樹脂、膠片同埋一塊刀片。用法咧就好簡單嘅，喺陰涼處咧滴一滴藥水落去嗰條痕嗰度。然後咧就貼上呢個透明嘅膠片，用隻手指咧壓走晒周圍啲氣泡，之後咧就要將部車揸出去有太陽嘅地方。咁今日溫哥華嘅太陽係好猛烈，所以咧我就揸咗部車出去啦，曬咗大約15分鐘至到20分鐘左右咧，嗰啲膠水就會硬化噶啦。咁當你見到咧嗰個膠片膠水開始硬化咗，摸落去已經唔再移位嘅時候咧，你就可以搣開嗰塊膠片，然之後用佢提供嗰塊刀片咧，就刮走多餘嘅膠。咁不過咧 DIY 咧係有一個驚險位嘅。當我曬完2個鐘頭太陽啦，搣開塊膠，用刀片嘗試去刮嘅時候咧，就發現個玻璃咧變到好似花咗咁樣，仲好核突。當時我真係好驚整花咗塊玻璃。原來咧秘訣咧係要用酒精，只要用酒精咧輕輕一抹啦，再加一啲專抹玻璃嘅布啦，咁就將多餘嘅樹脂粉末咧去抹走咗。咁要俾少少力嘅，咁去捽下捽下咧，之後就會刮甩咗噶啦。咁當我清理晒面頭多餘嘅膠紙質之後咧，嗰條痕咧真係變到肉眼完全睇唔到。好核突啊！嗰啲你即係啊，但係你睇下冇咗啦，嗰條痕冇咗啦。我覺得呢一個效果咧係非常之 amazing 嘅。大家睇下，而家呢個位咧，如果唔係我指俾你睇咧，你係根本唔知道原本係有條裂痕嘅。咁而家經過我清理之後啦，再用啲水沖洗乾淨，再用個水撥走晒多餘嘅水咧，你睇下嗰塊玻璃係非常之乾淨，你根本完全唔知道有條裂痕。所以咧，今次實測係非常之成功嘅。跟住咧，我就想花少少時間講下呢兩個牌子有啲咩分別。咁呢兩款咧都係好有口碑嘅牌子啦。咁分別就係右邊呢個 Permatex 同埋左邊嘅 Ring X。雖然佢哋功能差唔多啦，但係其實有少少細節位係唔同嘅。首先講下左邊呢一款 Permatex 咧，佢就價錢大概賣19.99。咁呢一款呢，就係好多 DIY 初學者嘅首選。咁一嚟佢就平啲啦，同埋佢出名呢，就係嗰個壓力針筒嘅設計。咁佢可以幫你非常精準咁樣咧，將藥水壓入去一啲細微嘅位度。對於補呢個牛眼狀或者星形狀嘅石仔窿咧，係特別有效嘅。咁佢雖然係單次使用包裝，但係如果你只係想救翻一條裂痕呢，咁呢一個方法咧就最簡單直接啦。咁另外第二款咧就係 Ring X， 咁佢嘅價錢咧就貴啲嘅，大概28.9，咁即係差唔多30蚊啦。咁呢一款咧就價錢雖然貴少少，但係佢勝在咧個膠水嘅份量係好足夠。咁對於一啲好大條嘅裂痕咧，咁佢就可以咧更加足夠嘅份量咧去填補嗰啲窿窿嘅。
同埋咧佢係標榜可以做多次嘅修補，因為個 size 係比較大支啲。對於一啲較長嘅刮痕或者想留翻嚟備用嘅朋友，呢一個性價比咧就會高啲。佢嘅支架設計咧係可以重複使用，係一款更加適合長期傍身嘅產品。咁關於呢兩款產品嘅詳細使用方法呢，我今日呢就唔長談啦，因為呢，我喺網上面呢已經揾到一個非常之詳細嘅教學，佢係一位整車 DIY 達人，咁佢嗰條片呢係非常之詳細啦，咁亦都呢有呢個 close up 鏡頭係影低呢兩款膠水嘅使用方法係有啲咩分別，同埋佢哋嘅優點同缺點係點樣啦，咁所以呢，我就將佢嘅影片 link 咧就放咗喺留言同埋描述欄嗰度。如果大家有興趣了解更多咧，咁就可以稍而欲步咧，就去佢嗰條片嗰度咯。咁我今日就唔嘥時間再去講啦。今次嘅實測咧係非常之成功嘅。咁除咗幫我慳翻幾百蚊墊底費之外咧，我仲學識咗一個新嘅技能。咁如果大家同我一樣遇到呢一個情況咧，你又唔想影響保險嘅記錄，咁不妨可以試下自己 DIY。不過記住啦，刀片一定要垂直90度咁樣刮。咁如果真係刮唔到就唔好夾硬嚟，因為都會刮花，有機會刮花個玻璃嘅。咁可以用酒精啦，酒精係你嘅好幫手。咁如果咧你中意呢條影片，你中意我今日嘅分享嘅話咧，咁都請你俾個 like 或者 share 俾你身邊有需要嘅朋友啦。下次如果有機會嘅話呢，我再同大家分享更加多嘅實測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